吴侬软语的苏州话一直是公认的最美方言之一。自2011年年底推广以来，已覆盖古城区30多条公交线路，深受市民的欢迎。不过，最近有细心的读者留意到，不少公交车线路上已经听不到苏州话报站了，取而代之的是电脑语音报站。那么，众多新老苏州对此作何感想呢？江苏广电诚信消费的记者实地采访，来听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苏州我们是地方的方言，也是代表苏州的一种象征哇。作为你苏州人讲起来嘛，听起来蛮亲切的，外地人嘛，在里头讲起来，哦，苏州要到女的呢，蛮好听的，这个啦。我又希望我留来。我讲这还没翻起噻哦，那一个嘛呢，尽量扩展地方的方言嘛，是啦，中国蛮好个方言延续下去哇。我带到下头第三代、三代的连地方苏州话不会讲的，我是讲普通闲话。等于呢，慢慢叫苏州话要实传再让下去，是这样子的。苏州话办才比较好，因为体苏州的地方特色嘛，我认为比较好一些。慢慢，苏州话反正在我们心目当中有点淡漠了，好像。我认为报一报还是应该提倡哎。因为我是外地人，都可以，没什么就是说特别要求。有那时间也会学一下，就是说怎么说也是本地特色嘛。这个好嘛，有个包啊，包好啊。包好的。让人家大家晓得啊。搿不还去三讲子啊？苏州人总归苏州话。以前听嘛挺习惯的，这没有好像不习惯似的。对你来讲起来是无所谓，搿样子啦，侪听得懂的。我年纪大，我认为再办一办。这还不要去三头啊！那个苏州我们是苏州地方的一个特色带的，也是一个传统文化。我记得拉云了搿辰光讲子一比普通闲话再讲比苏州话来得个还，那么苏州人听了苏州话总归蛮亲切感是。那么现在一些小朋友在讲苏州话不大来塞子，我觉得那苏州话蛮好个哇，可以那个发扬跟那个你苏州人的传统话去哇，是个。你现在记下他怎么侪是讲普通的话是吧？反正我听不懂。那无所谓，反正也不影响听得懂啊。至于弘扬苏州文化或者保留吴文化嘛，有很多途径，但是加上也无所谓。也就是邻里他们不是功夫听搿种么子个。对你生活没啥影响。搞不影响。那是这个苏州传统话个是，应该也继续下去的吧。我强烈要求再返还我们苏州话报站。虽然我不是什么特别地域的人，但是我还是认为那个每个城市或者每一个地域保留它的特色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应该报站的话肯定好一点了，有比没有好。我是应该说支持用苏州话跟普通话两种一起，这个呢对发展这个苏州话是有帮助的。地方人还是听地方的语言比较方便，然后他听普通话的话可能不太方便。没关系的，现在外地人多了啊，有的时候就有人听不懂啊，一个。蛮好玩，那个也是来啥蛮好玩。你苏州人有一种年纪大，你听不懂嘛？为啥要取消呀？苏州话不蛮好吗？这边苏州的话，我觉得至少你有一个文化在里面吧。我觉得苏州话，而且我觉得苏州话的话，其他地方都没有这种方言吧，也是不是？我觉得应该要有的方言。普通话好一点嘛，我们能听懂嘛。如果苏州话的话，我们就刚来的时候都不知道咋下车，不知道咋坐车嘛。应该本地话也有，这个普通话也有，这样呢好一点嘛。这有的苏州老年人呐，他年纪大的，你讲普通话，有的他听不懂啊，他听方言听习惯了嘛。应该3种语言报吧？哪3种？苏州话、普通话、英语。还是要的，这宣传这个苏州很重要的。应该坚持吧。我觉得应该还是用普通话吧，因为外地人都还听不懂吧。以前有的话，应该就是有人情味一点吧。现在取消了，有点可惜的。当然大力支持了，因为我自己也是本地人的嘛，是吧？我觉得那个报站那个应该还挺好的吧，比较有苏州的特色。我觉得无所谓啊，因为反正我也听不懂。为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苏州话报站对于苏州话推广的作用，我们联系到了苏州大学文学院曹伟教授。那么他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我觉得这个不好啊。2011年的时候，我在台北待了半年，它的公交车跟捷运，就地铁，它报站是4种语言：闽南话、客家话、台湾国语，还有说英语。苏州公交车最多报3个地名：普通话、方言还英语。你报3种，你还不嫌他这个可能是嫌烦吧？他不知道，他可能以为苏州人普通话都能听懂，所以讲方言讲不讲无所谓。他不知道顾客是各种各样的顾客，你这样直接你在传播苏州文化，你在传播软软无语啊！你造这个机会啊！因为无方言无语是苏州地方的名片了，对不对？这是你这地方都有的呀，特有的呀。你造一个机会推出广告，你他把这广告机会给扔掉了。另外还有一些老人，说不定他真的是对普通话不是很熟悉的。你报一个苏州地名用苏州话报有什么问题啊？而且你原来有的你取消了，我觉得这个做法我是不赞成的。通过以上走访，我们了解到大多数市民对于公交车上苏州话报站的取消持反对态度，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苏州更是感觉不舍。那么为何要取消苏州话报站呢？对此，苏州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听不到苏州话报站，因为公交车更新报站系统，新系统里没有苏州话报站这一功能。目前更新的报站系统会根据公交车的 GPS 定位，自动提前播报站点，不需要司机每站都操作，这样可以降低司机的工作强度，提高行车安全。以上是江苏广电诚信消费整理报道。